電台現在由殷雅樂報道呢節新聞。先報道啱啱收到嘅消息，多倫多免信國際機場有一架達美航空客機失事翻轉，多人受傷。事發喺下晝2點幾，發生意外嘅係載有大約80人，嚟自明尼阿波利斯嘅達美航空 DL4819 班機。現場畫面可見，涉事嘅龐巴迪 CRJ900號飛機機肚朝天，有消防車向佢射水，有人徒步離開。機場表示，緊急應變隊伍已經出動，乘客同機組人員冇人下落不明。救護部門嘅消息指，最多有8個人受傷，佢哋嘅情況初步未明。皮爾區警隊話，佢哋正在現場調查，並且聯同救護人員喺跑道隔離劃出一個工作區。由於本地喺剛過去嘅週末落大雪，大量航班取消，皮爾遜機場今日異常繁忙，多度旅客。冰球4國賽，本國積分決賽將會再次同美國碰頭。而喺今日加拿大對芬蘭嘅比賽賽前演奏本國國歌嘅時候，有少量美國現場觀眾喝倒彩。加拿大最後一場冰球4國賽小組賽，以5-3贏咗芬蘭，拿下第2個冠軍戰席位。決賽將會喺星期4東岸時間晚上8點舉行。4國賽今日開始移師波士頓舉行。喺加拿大對芬蘭嘅賽前演奏本國國歌 O Canada 嘅時候，有少量觀眾發出噓聲。呢個係對前日加美兩國對戰時，本地可現場球迷向美國國歌喝倒彩嘅回應。嗰場比賽最終美國係贏3-1。過去幾個星期，加拿大冰球或籃球隊主場迎戰美國隊伍嘅時候，本國球迷多次向美國國歌發出噓聲，以表示不滿總統特朗普不斷揚言要向本國進口貨物開徵關稅，同埋吞併加拿大為美國第51個州。多倫多市政府表示，可能需要3個星期先至能夠清理2場冬季風暴累積嘅降雪。多倫多市政府今日召